沉迷調價等於抌錢落海啊！喐喐手機抌咗43萬落海，呢架就貢獻咗2萬蚊。就最中意啲咁意志唔堅定嘅車主。呢架22年16000公里嘅 M4 雷霆揀咗10萬蚊配置，而家到你手708000。尋日好多人問㗎啦，今日報埋價錢啦，11年83000公里，過咗一次戶嚇，15萬12缸，邁巴 S680，血條10萬蚊零2000 147萬8。我哋近呢2年邁巴亨都有賣過6、7部㗎啦，冇一部賺錢嘅，我唔知點解仲收翻嚟。呢架 S450一樣，賣咗45日79萬8，條2萬蚊778。18年嘅柏美行政加長，黑色配紅龍，個外觀就輸在套大拎啦，72萬8賣唔去，再調1萬718 3萬幾公里。24年嘅992細功率版，原先嗰隻金拎冇乜人識欣賞，咁我就噴翻原裝顏色，應該係原裝大多數人都會揀嘅顏色。150幾萬嘅配置單，細功率992唔多嘅嚇，8000幾公里，121萬8，攬運都可以賣80日啊，72萬8條。5萬蚊，67萬8，22年嘅攬勝運動，38萬8嘅X5 3.0，公里數大啲，9萬1公里。上次話佢窒油，而家已經整好咗啦。到你手仲有1年嘅全車保修。20年嘅Macan 30萬都唔使，問你死未？31萬8，條2萬蚊，29萬8可以開走啦。4萬9公里，你要挑毛病係就拎細啲啫，張配置單都59萬幾啊，一乜解救賣90日都賣唔去。原先賣278，但係中間佢消失咗一段時間，去咗某著名嘅超跑寄售平台，居然貴咗20萬，肯定賣唔出啦。咁啊，而家又翻嚟啦，貼住膜嘅，裏邊就係紅色車漆，紅內飾。22年18000公里，配置單喺呢度，300幾萬車賺8000蚊，唔信啊，你哋自己同車主傾啦。349萬8，重點係呢部啦，你哋個個話56萬8，買得起讓唔起。而家車主話讓7萬蚊嘅維修基金俾你哋，49萬8，揸12年3萬幾公里嘅加州，呢部係4.3 8缸自吸嘅，只過咗一手戶，漆面就全車做咗翻新，冇事故嘅。睇下邊個落手快，調完價之後，仲有邊啲車要調價嘅，評論區話俾我知。